上帝是阮的快乐，恁着大声学乐伊，着出欢喜的声学乐雅各的上帝，着唱诗歌，着玲珑鼓，弹好听的琴甲瑟，着伫7月15，阮节期的日分扫甲，因为这是互以色列定着的律例，雅各的上帝的礼仪。这是要来因圣诗第18首，我心俄勒上帝。圣诗第18首，我心俄勒上帝。我心俄勒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有三角应声，俄勒伊大尊名，树木苍远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昭彰，会众请起立。这是咱齐声做伙来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7日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启应文第60篇，启应文第60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1107页，显着咱齐声来读。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是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互火烧。
恁爱是宽容，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的信息的运输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不过迄个完全累积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愿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告许阮一礼拜时，搁一礼拜的时间，互阮伫即礼拜日，搁会当逐个聚集伫你的圣殿内面，互阮有份会当三角来学乐敬拜主你。主啊，阮要学乐你，是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甲权柄的神。全地万物拢是你创造，阮学乐你。主啊，阮嘛感谢你的慈爱甲良善。求你，因为阮每一日拢需要互你来充满伫阮。阮知影，阮的生活中拢需要主你来赏赐互阮聪明、智慧、能力来克服一切的困难，互阮伫每一日有平安甲喜乐。嘛有信心甲愿望。主啊，我拢知你已经检查我目阮，我坐落来，我爬起来，你拢知。你知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详细拢知。我一切所行，你也清知。耶和华啊，我的喙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换手伫我的顶面。主啊，阮知你对阮所做一切，愿你的灵时时刻刻充满伫阮。主啊，阮众人所学乐的声音，会当成做芳芳的祭，同家到你的耳边，互阮有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你，嘛当互阮有生命的改变，有基督的款式，互阮成做传福音的使者，成做你听的管道。愿尊贵、荣光、大能力的上帝，满是有恩惠的神。阮透过阮的祈祷，将阮的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来应允阮的恳求，嘛接纳阮的悔改，互阮伫你的看顾之下，每日充满平安甲喜乐。总是阮阁有做无到遐的所在，拢是恳求主你来赐福互阮。阮要齐声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来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你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享受上帝的话，赞美。今仔日圣歌队要赞美的诗歌是：我心充满感谢感恩无煞。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4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到18节，显着，请听我来读。因为基督的痛疼出逼阮，是阮想，一人替众人死，就是众人死。搁伊替众人死，是要互这个活的人以后无搁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替因死来搁活的，所以，阮若以后无照肉体捌人，虽然照肉体捌基督，若以后无搁安尼捌伊，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变成做新的，搁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搁好，也将即个劝人甲基督搁好的即份互阮。
正道。今仔日陈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疼，激励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真感谢郭牧师甲咱甘道教会的长执会当接纳，互阮内乡基金会今仔日有即个机会，通来到咱甘道教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因为疫情的缘故，我相信咱有受到真侪影响，但是感谢主，互咱敬拜上帝的心呢，无受到即个影响。透过今仔日，互咱原本无熟悉的，会当来做伙敬拜上帝，做伙熟悉上帝。我嘛看到迄个王牧师甲牧师娘嘛伫遮，真感谢主，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咱要进入今日讲题之前，咱先仰头来祈祷。天父，你是望着人心的上帝，今仔日求你用你的话、你的道望着阮的心。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个妈妈，伊带着伊翁婿来台湾宣教，伊负责教示一阵，互人救出来的即个雏妓少女英语。即个妈妈，即个宣教师教咧教咧，伊听到遮个少女的声，原来因足想要伫一个厝，伊就开始要去做一个中途的少女之家的梦想。这是内乡基金会的一个原型，也是台湾头一个少女安置的中途之家。这位妈妈就是宣教师 Angie Gorman。有一位心理师、心理咨商师，伊互即个 Angie Gorman邀请去做伊的翻译。伊去到遮个少女学英文的所在，伊安尼对咧翻译、服侍当中，伊嘛将家己投入伫即个助人的行列。阁有一阵的基督徒受影响来加入即个关怀的行列。伊是内乡的头一任的执行长、执行长梁万惠牧师。若问因讲，伫30-40年前，为虾米要去做即个阁大阁难的事？因会甲你讲，是因为上帝会听，将即个呼声听的呼声，放伫因心中来催促因。咱拄则读的经节，互咱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受听、激励、催促的人。伊伫即听内底得到一个大的转变。原本伊是底等基督的人，但是伫伊经历到耶稣全力的听甲接纳了后，伊转变真做是一个互基督的听激励的人。迄款的催促的气力遮尔大，互伊安尼用即段经节来宣告伊的体认。伊讲，原来基督的听通催逼阮做即个结论：一人若为着众人死，众人就拢死；伊为着众人死，是要互遐个活地的人，无过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信仰是需要亲身的经历，无有啥物会当比家己真实的经历搁较重要。保罗讲是基督的听催促伊，即个催促中文会当翻译做是催逼，还是驱使，还是强迫，甚至是支配甲控制。即个力是遮尔大，即个力嘛改变人的意念甲作为，互人会当欢喜甘愿为着迄个替咱死的耶稣基督来活。主替咱死，伊的听提醒咱无搁再有资格去过咱家己的人生，无管咱即阵是几岁，咱是活伫什么款的环境内底。咱知影伫十字架顶，伊表现了极大的牺牲，伊代替咱，甲咱交换即个位置。伊本来是无罪，成了有罪；咱原本是有罪，却因为伊的死来白白成了无罪。这就是替换的生命，也就是这款的体认，互保罗选择，将伊家己投入了这条受苦的道路。伊的经历是超过咱一般人会当想象的。咱伫圣经有读到，伊有真侪几多摆的灾难困苦，
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要传扬耶稣的缘故，来受到真侪迫害。但是是基督的疼，互伊来坚持落去；是基督的疼，催促伊去到上界危险的所在。嘛是基督的疼，互伊会当拒绝行迄条较容易的道路，却愿意来拥抱基督的这个苦难。原来基督的疼催促咱，激励伫原文的意思，嘛有甲咱掠安安的意思，甲咱安安掠掉的。基督的疼安安甲咱掠掉咱的心，掠掉咱的注意力。每一摆，当你伫侍奉当中拄着困难，伫你生活内底拄着困难，伫你的工作也是人生内底拄着挑战、窒碍，甚至你怀疑讲我敢要阁继续行落去的时阵，基督的疼就安安甲咱掠掉的，帮助咱会当继续行落去，定心守事咱气力会当赢过咱拄则所讲的窒碍。但是保罗伊捌经历过。伊捌经历过用外貌来认捌耶稣。咱若对外貌来看，咱可能袂有欣赏耶稣啦。伊无啥物好的条件，互咱欣赏，对无？咱伫圣经看到的是，伊定定拢穿安尼布迄个草鞋啊，真朴素哦，朴素的遐衫，伊也无真好的青影的迄个马通骑，也是车通坐。伊出门只有行路，结果是骑一只细只驴仔。伊的饭呢，食饭呢，也无去到5星级的饭店，拢食迄真粗浅真粗菜，粗茶淡饭。有当时常常阁是禁食祈祷。即款的人要叫咱军队，咱可能满心的问号。最后伊阁行14日过，遮尔落魄。保罗伫还未经历主耶稣之前，伊捌用人的角度，捌用人的方法来看耶稣。伊认为耶稣是一个犹太教的叛徒，伊来压迫军队耶稣的人。总是经过大马色，伊伫遐甲主相拄了后，伊做了彻底的改变。伊无搁再用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曾经我嘛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会员之一。我拒绝真侪届人甲我讲耶稣，我甚至讲为虾米要信即个洋人外国人耶稣？伊到底有啥物好诶？但是就伫我拄着死荫的山谷、真无路、提无步的时阵，一位牧师娘的祈祷甲陪伴，互我看到耶稣的奇妙，互我经历到耶稣的奇妙。伫我看到人生的暗茫，耶稣救我。互我伫黑暗的死荫的山谷当中得到救。甲耶稣相拄的人，拢会带来真大的改变。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拢会改变。保罗有经历过，咱在场的真侪兄弟姊妹嘛经历到，包括你我咱拢安尼经历到。经历过了后，咱无搁再用人的标准来认捌耶稣。也无搁再用人的标准来认捌人，所以保罗做了一个真大的宣告。伊讲，若有人安尼，无论啥物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咱用中文来读一遍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伫遮咱要看到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首先，伊要有一个资格。伊讲，若有人若有人，就是无论是什么人，无论你是男女，无论你是几岁的人，无论你是做啥物款的头路的人，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愿意，无论你是毋是基督徒，只要你愿意，拢会当伫基督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然后提供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伫基督内面，爱踮伫基督内底，踮伫基督内底呢，你会当体会到，只有耶稣才会当满足你的心啊。咱人咧受创造的时阵真奇妙，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下一个小小的工课。
这个欠缺呢，互咱真想要来甲满足。因为人是会晓思考永恒的代志的，只有人会去想到永恒永恒的代志、永远的代志。但是人真想要甲这个空徛甲满足的时阵呢，会摕真侪真侪物件，想要来甲伊填填互满。可比讲金钱，可比讲感情，可比讲物质、财物、人际、成就，也是咱即马伫咧网络，大家拢真爱按赞，互我较侪按赞。也是即个声量有，搁要搁较济，搁要搁较济，搁要搁较济。但是无论偌济，也是感觉空虚。为什么？我拄则讲，咱会追求即个永远，咱会去思考即个永远。到底我的生命要行往倒位？我活伫即人世间有限的这数十年，是要安怎活有意义？然后我要行往倒位去？我要甲什么来结连？只有即个永远。才会当，互咱的心，即个空徛会当补满。即个永恒就是耶稣啊。第二，就是即个条件，就是你爱浸泡，你要会当经历到即个新的要来，旧的要过去，你就要浸泡，浸泡。保罗伫遮用是现在式，现在式，伊讲伫咧基督内底是现在式。也就是讲，无论你是啥物人，只要愿意今仔日现在即时即刻，你就当伫咧基督内底，踮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那亲像即个囡仔，因坐伫咧迄个桶仔内底，浸咧水内底。咱信耶稣就是爱安尼浸咧水内底，浸咧即个桶仔内底，浸互满，浸互足，浸互够，互耶稣会当意念价值。我拢进入伫咱的内底，所以会当一个新生命的展现是啥物？就是伫咧基督内底会当有即款的，就是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一层一层过来。旧的价值观、旧的信念、旧的过去，可能伫咧即个社会、家庭、文化种种，也是过去的宗教观会影响伫咱的内底。但是即当阵会当互耶稣属伫耶稣的价值观、信念来一层一层来得到改变。那安尼是旧的过去一层一层过去，新的好的对的一层一层就要来发生。下面遮的价值观的信念的转变。因为上帝应允来得到改变，是我常常伫阮内乡的工园内底，甲阮遐的姊妹妇女来分享的。上次嘛是甲阮的同工分享的。你过去的可能会讲我是无受疼的，我无值得互人疼。但是圣经甲你应允讲，上帝疼你疼到底。过去你会讲我是无价值的，但是圣经甲咱讲，上帝话甲咱讲，上帝看咱是宝贝，是尊贵。过去你讲我是卑贱的，我是真微细的，但是圣经搁一遍甲咱讲，咱是真宝贵，看做是尊贵的。过去人讲我是不配的，啥物人当看到我？我是遮尔啊微细。圣经甲咱讲，耶稣替咱付出代价。圣经甲咱真经捌讲，我是无能力的，我是无气力的，但是圣经甲咱讲，靠着加天互咱的，咱凡事拢会。有可能咱有当时感觉咱是无路通行的，但是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感觉咱是孤苦无依的，甚至是无论是生活内底的善香，还是心内底的善香呢？但是圣经甲咱讲，伊为咱所超的、所传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伫这过程当中，重点是咱爱学会晓放下过去咱所掠安的过去。咱爱互耶稣来掠安咱，毋是咱家己掠安咱的过去。当咱愿意安尼交托的时阵，然后你会当体会到，我是受疼痛的，我是尊贵的，我是宝贝，我是堪得的，我是有学习就会当进步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领受丰盛的恩典的。
有当时你感觉咱基督徒真爱守神文典，对毋对？牧师定定嘛讲，咱爱会晓守神文典，咱爱会晓逐工拢守神文典。逐工暗时我嘛来写感恩的事情。有当时今仔日到底有啥物好感恩的？咱就甲迄芝麻绿豆的代志摕出来写。你写完，你会感觉今仔日真正是值得感恩。为什么？因为这个感恩的过程是，互你发现上帝已经做成的，发觉 has done， 已经做完的，已经做完的，你是去发现伊做成伫你的生活，伫你的生命内底。有当时咱无发现是安怎，咱有真侪代志甲咱充满伫咱的心思意念。伫耶稣赏赐互咱的新的生命内底，互人会当甲上帝、甲人、甲家己会当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毋但是家己爱得到即个更好的生命，上帝甲即个积分嘛交互咱，交代互咱爱带人来甲上帝恢复起初迄个原本伊创造的尊贵甲美好的形象。上帝将即个积分交代你我咱。理想的生日就是安尼。伫30-40年前，台湾也存在着买少女诚做少女妓女的即个严重的问题。有一位宣教师，就是高爱琪 Angie Gorman， 伊伫个1981年，因受到即个华人的浸信会妇女传教会邀请，来进入到当时的广慈妇女职业辅导所。伫遐来教示一阵搁一阵的少女，因就是受救出来，会当伫遐生活6个月这样的少女，教因英文呐。即个 Angie Gorman 呢，伊伫遐影响着一群搁一群的基督徒的志工来投入来接触这样的少女。希望会当帮助因改变生活。志工群的当中有一位，就是梁望惠老师，后来伊诚做牧师。这位老师嘛是伫个 Angie Gorman 基督下面来加入到这个行列。伫遮我嘛要插一个消息，就是 Angie Gorman 呢，伊伫个今年的8月初9来过身。伫个伊过往进前的2-3年的当中，伊身躯一方面爱来接受即个癌症化疗的即个过程，但是伊的心还是心心念念要将伊即世人已经经历到的宣教的旅程当中所看到的、所经验的，该写落来。伊有完成一本自传，即马也在等待要出版。伫即本自传内底，伊写到伊伫个台湾所看到的、台湾所经验到的，甚至毋若是写到内乡啊，我感觉伊写到伫台湾的宣教。当来看即阵心灵已经受重伤，甚至看袂到未来的少女，咱整个社会迄当阵并无互因真侪机会。有当时遮的少女遮的志工群呐志工群，因爱甲遮人口贩子、遮恶道呢来盘烂，来走相，爱走相了。有当时遮的少女伫个即个妇产所住6个月了，因还袂转到厝，伫路的就搁互人掠转去啊！因为因爱转去甲因的契约来实现完成，遮个契约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已经甲钱摕去啊，因无法度来保护因的囡仔。另外，毋管是遮个少女是自愿的，还是哄骗的，还是哄卖的，袂去到妓女府的，因搁再转到有机会转到厝里，其实因嘛住袂牢，因为伫遐的生活环境已经塑造了伊家己认为伊家己是安尼生的一款生命。安尼的循环出来入去，出来入去，即种实在是互人真正是沮丧吼，真正是心内真艰苦。有一天，一个警察带着一个查某囡仔11岁，入到着即个广慈。Angie Gorman看到的时阵，伊的心碎去吼，因为11岁拄好甲伊的查某囝病做伙啦。伊想到即个情形呢，伊怎流目屎，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请你互我知影，遮个少女会当有搁较有希望。搁较好的人生，若无
莫互我阁继续落去。伊意思是讲，互我看到出路啦，若无，互我离开啦。这是一个真正沉重的祈祷，嘛是一个突破性的祈祷，将即个负担变成做是一个影响。因想要一个家，他想要一个家。即个心声直直透到 NG 哥们、甲梁万惠老师、甲迄当阵真侪牧长、社会的志工、基督徒志工的心内底，所以就开始想要来建立一间少女的中途之家，会当安置庇护。但是伫无钱、无人、无资源的即个情形下面，感谢上帝，经过教会界真侪的斗相共吼，包括咱长老教会，包括彩虹专案，包括浸信会、救世军，也是迄当社会界有台北市社会局，也是广慈副持所，做伙来共同努力奔跑。首先，就爱找到一间厝，会当诚做庇护家园。所以高爱琪宣教士伊讲，伫人也无明白的时阵，上帝早就奇妙来安排，因为这间厝真歹找。伫咧走动的当中，因竟然发现一间会当租到一间厝，这间厝的地点真好，因为我近着迄当阵的参谋总长何必川因兜的附近。然后，因兜附近就是常常有警察来巡逻，会当来甲咱顾顺便顾咱的工园吼，咱会当有迄个安全啦。那像上帝呢，真技巧来真巧妙吼，来差派天使来护理、来保护着即个内乡园，就是Garden of Hope 希望的花园。即个 logo 就是阮头一代的 logo， 这是一只船，就是那的迄只船。那像咧保护遮个少女的性命，望会当帮助因重新得到出发。1987年7月5月，阮就申请基金会会当立案通过。11月就开始借用一个机构的一个角落，内向基金会对一张桌一支电话，甲一个兼职的工作者安尼开始，到今已经34年啊。34年来。内乡一直秉持着正的来找着阮服务的性命，因就是要伫一个厝。所以无论是妇女还是少女，每一年阮都得为着遮个离开阮中间的遮个妇女，已经拢自立啊吼，也是遮个少女，阮家陪伴当自立的时阵呢，阮拢为因办了即个回娘家。咱在座真侪姊妹嘛，有真侪兄弟哦，兄弟爱陪姊妹转回娘家，对无？姊妹转后头厝好无？真好吼，就是会当真放轻松、真自由、真安全吼。所以，阮就甲遮姊妹讲，恁无后头厝通转，阮就诚做恁永远的后头厝。内向基金会安尼一路行来，知影讲这是上帝的激励，上帝的催逼。上帝的鼓励，互阮会当一路安尼来陪伴遮个受伤的生命。阮中间嘛有真侪正清正白的遮个工作人员，有社工，有生活辅导员，有咨商师，有工作人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投入，来陪伴遮个生命，陪伴遮个受伤的灵魂，望甲因带到上帝面头前。望甲因讲，恁要有人甲恁做伙。下面我要请阮的同工来献诗，因要献这首《为爱而生》吼。阮遮的同工有的是头一届来教会做礼拜吼。这条诗歌呢，毋是为着阮内乡写，但是咱等下听这个诗歌词，那像是为咧鼓励阮，敢若是咧讲着阮所做的一切。
阮甲今仔日的即个活动叫做传爱吼，就是传递爱我相信阮遮的同工呢，有的资深有的嘛真之前，但是因拢是认同内乡的即个使命甲愿景，所以来投入伫即个行列内底。下面我要请阮的台北市分所台北市分所的主任陈玉珍来甲咱分享。弟姊妹平安，搁一摆感谢牧师，搁有中集内乡用用淡薄仔时间来甲大家分享阮的工作。首先我来甲大家讲一个故事内乡基金会第二任的董事长伫内乡常常勉励同工的一个故事。他说有3个工人，这3个工人在敲砖头。有个孩子好奇地问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说：“我们在搬砖头。”第二个工人说：“我们在盖一间房子。”第3个工人说：“我们在盖一间美丽的教会，可以有很多人在这里做礼拜。”刚刚在周报上面也有看到，我们的教会也要建堂。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工人呢？这个故事互我的印象真深，伊伫咧讲咱的眼光甲态度真重要，嘛提醒我代志毋尔敢若只是代志尔，任何代志拢爱用利益进人，任何事情都要能够对人有益处。我家己是第一代基督徒，伫内乡认捌上帝，为少年者4岁到即马这样就暴露了我的年纪。这边20年的青春伫遮伫内乡，我的性命有同工的陪伴，嘛有因为每一日的工作，性命嘛有真侪的成长。毋管是阮的同工，也是阮服务的对象，其实遮的人拢诚做阮性命学习。伫每一日的工作内底，其实常常拢有真侪困难，拄着挑战的时，咱拢会惊吓。毋过遮的挑战拢会诚做祝福，变做是生命的智慧。内乡是一个安怎的机构其实面对社会变化、网络的影响，要安怎回应社会真侪的需要，要安怎带领无共年纪、甲无共世界的同工。即摆内乡差不多全国差不多要600人的同工其实阮遐尼大的组织，阮有真侪的挑战。尤其是疫情的中间工作要安怎变巧，要安怎继续互社会知影内乡你要做的代志，得到遮的认同，得到社会的认同，拢一直考验着阮。阮阁有做真侪无够的所在，阁有需要学习甲改变的所在。但是遮的困难甲挑战，内乡阮有上帝的带领，阮有牧师的祈祷甲提醒，常常伫阮无气力想要放弃的时，阮依然坚持，勇敢做出选择，选择做出利益正人的代志，选择倒位有需要，阮就去倒位。精修办公室是阮头一个的服务内面，头一个所要做的改变甲努力以前阮的办公室敢若是仓库满满拢是流珠仔甲牛奶粉，因为阮爱服务阮的个案入来阮的办公室其实心情真恶放轻松看了真压杂。有当时鸟鼠佫有熊熊走出来甲你 say hello 有当时我知影我们有一些人想要把那个窗帘拉上去看看外面，休息一下，晒晒太阳，但是那个窗帘拉上去就放不下来了那阮的本所常常拢会滴水空气佫无好入去本所的时候，佫无法度没有办法转身下吱安尼阮的冷气机一时滴水，一时伤热，一时伤寒有当时开会阮同工开会开到一半，拢会爱佫摕迄水桶来接安尼。阮的办公室伫咧台北市古亭捷运站4号出口，在那一栋的8楼
啊，因为伫咧8楼，因为伫咧遐个所在吼，那个车流量很大吼，啊，所以通常窗户都要关着，要不然就很吵。啊，窗户关着吼，就会空气不好，打开又很吵吼。啊，定然阮的同工伫工作到下晡拢会头晕目红吼，所以讲到遮，就是要甲大家讲，阮的办公室的精修是为着阮服务的对象，甲阮的同工所要做出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阮拄着真侪困难吼。第一是我们从2002年吼，对2022年，阮的办公室搬到遮的古亭捷运站遮，已经经过20年的使用吼。主将有讲过，冷气啊、便所啊、地板吼、窗帘拢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啊，我即届大的精修吼，要搁使用20年，所以要思考的、要整修的项目非常的多吼。第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阮需要的预算对200多万变做到400多万吼。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需要吼，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啊，毋过为着精修来募款吼，其实真困难，不管是对企业，不管是对人吼，因为大部分的人讲捐的钱啊、奉献的钱，咱爱用伫咧人的身上啊吼，啊用伫咧买厝、用伫咧精修吼，其实拢真困难吼。啊，毋过搁较有价值的代志，搁较困难嘛是爱做吼。内向办公室的精修，就甲咱教会要精修、要扩建、要买厝共款吼。教会是要互会友，也是搁互遮的社区搁较好的信仰环境。内向是要做的是透过阮的精修，提供搁较好的服务。就像刚刚我一开始说的那个3个工人的故事一样。这是立新的愿景，我们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没有性别歧视，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都没有被性别歧视，没有被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并享有生命应有的尊贵荣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之前我是青少女，就是未成年怀孕的社工。那我一开始在卫护妈妈之家工作，那时候我有一个服务的对象，她叫婷婷，她是一个昵称啊，婷婷是一个16岁的少女，她跟男朋友交往之后呢，不小心就怀孕了。婷婷因为还小，又还在念书，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让她的爸爸妈妈很不能接受啊，也担心家里的长辈啊、阿公阿嬷会担心啊。会有压力啊，那他也不想要让婷婷把孩子拿掉，对身体有影响影响到以后不能怀孕，所以他就决定让婷婷住到了立新的卫护妈妈之家，然后想说让她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呢，让孩子可以出养。那婷婷在卫护妈妈之家的住在里面的时候，她很常跟她妈妈吵架，因为她妈妈呢就不想要让她跟她的男朋友继续联络所以就很常吵架。有一次我就陪婷婷去医院产检的时候呢，医生在照超音波，就听到小孩子心跳的声音。有去过产检的就知道那个嘣嘣嘣心跳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婷婷就跟我说，她其实很舍不得孩子，要把孩子出养，但是她知道她自己的条件，她知道她现实上她还要念书，她也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去养这个孩子，她也知道她的爸爸妈妈不会同意所以他就决定还是出养了。出养的那一天很奇妙，这个孩子呢就一直哭一直哭。平常这个孩子呢他是很乖的，不太哭的，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很乖都是婷婷自己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但是那一天我们要送孩子出养的那一天呢，孩子就一直大哭孩子哭，我们大人就会不甘嘛就对咧哭安尼因为对孩子来讲，对大人来讲，这是一个永远的分离，因为他要去收养的家庭很令人难受。那后来这个孩子也顺利了，找到了就是收养的家庭。那现在婷婷也有很稳定的工作，也有很稳定的感情。立新对2000年开始我们开始提供青少女怀孕的服务。那也从2013年开始，我们也做了收出养的服务。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甲你
不是要跟大家恐吓说现在青少年怀孕有多严重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当阮的服务的对象，因为因的性命的代志，因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可能因的性命会失去希望。当阮的服务对象伫阮的面前开始讲因的性命的故事的时，就代表讲因想要无共款的性命，因想要改变。所以，阮办公室的装修，毋是为着一个搁较水的空间尔，是为着要互阮的个案，甲阮的同工，会用伫遮真自在、真轻松，讲起因的性命，讲起因发生啥物代志，会用伫个真水的、真放松的空间内底会用得到平安甲自在，甲有性命真水的祝福。这是阮的办公室装修了后，甲主遮差真多，甲还仓库差真多啦很多人进来都说现在变得很像坐月子中心，很像医美诊所，很像妇产科连阮的同工嘛人讲，敢若亲像伫个咖啡厅上班。当人进到一个很舒适、很美好的空间的时候，人的心里面自然会放松下来。当人放松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讲起家己的性命的故事。当阮的服务的对象开始讲因的性命的故事的时，就开始想要改变，会用互人，会用互因，会用有力量甲希望。为着个案，为着阮的服务的对象性命的改变，为着阮的同工有舒适的工作环境，这是真有价值的代志我感觉有价值的代志，搁较困难嘛是爱做。民国93年，我受洗礼时，迄时阵的牧师问我讲，我是食啥物头路的？其实我是感觉真好奇，因为伊那会常常问我讲，我是食啥物头路安尼我讲我是一个社工，伊讲社工甲牧师共款，只不过一个是伫个社会，一个是伫个教会。即句话定定鼓励我，因为做社工真辛苦嘛。因为真侪代志毋是咱会用改变的总是伫我失志的时，依然也阁有希望，相信性命改变，甲公平正义有一天拢会实现。上帝的手一直伫个扶持内乡，伫内乡做工课，尤其是伫真侪受苦的性命中间，内乡是一个陪伴性命、改变性命、甲建造性命的所在。内乡的台北事务所，阮有53名的同工，有7个服务的事工，有4个服务的办公室。每一年，阮平均服务354652人次阮大部分的同工就遮牧师讲，拢毋是基督徒拢是因为募款的需要，因练习诗歌嘛有真侪同工拢是头一摆踏入来到教会。嘛感谢上帝，阮的装修的设计师嘛是一个基督徒，伊为阮做真侪代志，嘛为阮争取真侪优惠装潢的总经费，阮的办公室差不多100倍差不多嘛拢总经费拢嘛是爱459万。那现在我们还欠缺了4159576元今仔日伫个外口，我们也带来社会大众捐给我们的义卖品那其中有这个咖啡包这个咖啡包我要来工商服务一下。这个咖啡包是我们跟一个厂商合作的，它是有机，它是绿挂包。那除了这个咖啡绿挂包之外，还有有机的红乌龙茶包。很多人喝了都说非常的好喝。这样子8包是200块，非常的便宜你可以应该兄弟姊妹做伙啉咖啡来讲起上帝水的祝福邀请兄弟姊妹礼拜结束了后，会用到外口，甲阮支持参观甲宣讲最后就是希望借着阮今日的分享，互咱重新有信心面对头前的路。我知咱每一个人头前的路拢无共款伫上帝国的价值内面，我感觉搁较困难嘛爱做，因为无论做啥，拢爱
从心里做，像是给上帝做，不是给人做的。主叫阮请为西瓜讲，手握着手就有温暖，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孤单。就着内向今日的分享，咱继续互相鼓励，看见上帝甲咱每一个人同在。嘛，就着恁的支持，互内向会用照光搁较侪的黑暗。愿咱继续望，做伙勇敢向前行。多谢。兄弟姊妹，咱日常生活内底，平安对咱大部分人来讲都是理所当然。你会当真好来安然入睡，好好啊困。你毋免烦恼讲当时拳头尾，还是盘仔椅仔会摔过来，还是有人对你大细声。你毋免烦恼半暝的时阵有人甲你开门，进入你的房间做无应该做的代志，搁叫你爱点点。若无你处理的其他的人会有危险。对咱来讲，但是对一寡人来讲，这个安全并毋是理所当然的。我伫个内乡的工园内底，一位70岁的大姐甲我讲：我若较早一点仔知影有内乡，我就毋免加受遮尔啊侪年的苦。代表讲，还佫有真侪人毋知影，伊会当逃，伊会当闪，伊会当找到另外一个机会。10几岁的少女甲我讲我会当好好啊困啊，我毋免烦恼有人甲我开门，有人忽然来大细声甲我拉骂，也是甲我拍。受伤的人甲我讲，多谢你甲我接调的。有人讲内乡做真济，但是阮常常也是感觉阮做无够。还佫有真济受伤的人，因是毋是会负责来求救？因是毋是知影讲因的性命毋免遐尔卑微，毋免佫继续活伫迄个暴力的压力内底？伫上帝的创造内底，因会当活出有尊严、有光彩的人生。伫内乡要9年的时间，常常听到一个搁一个的故事，每一个拢是真正磨难的故事。陪伴过一个搁一个破碎的心灵，真正真需要甲基督来结连。咱凭着咱家己的气力，到底会当将人带到什么款的所在？若无甲耶稣来结连，咱会感觉孤单，咱会感觉无路通行。毋茫，内向伫一个人伊的生命上界破碎软弱的时阵，互因知影因并无孤单。这个世界还佫有一寡人真正要关心伊，上帝并无放弃因。上帝找咱诚做陪伴的人，陪伴因毋但是行一里路，佫要行第2里路、第3里路。常常都要用心来陪伴，用灵来祈祷。我相信咱做伫社区，咱做伫教会兄弟姊妹，嘛是用这个原则。今仔日要邀请咱在座的会当接受这个职分，就是互人甲上帝甲人来和好，做伙用咱的关心甲代祷，也欢迎你诚做阮的爱心人，会当担任志工，做伙甲听来传扬落去。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是一个感恩的时刻，阮伫遮同齐见证你的疼，也同齐来领受因为耶稣牺牲所带来激励的疼。感谢耶稣，你对死搁活带来快乐，每一日拢在对阮讲话，每一日拢互阮感受会到，互阮伫咧工作的时、生活的时、陪伴别人生命的时、传福音的时，拢通感受到，这是对你来的快乐，催逼阮向前无退。主耶稣啊，阮看到这个世界毋是遐尔完美，也是充满着不公不义的时阵。有人问阮讲，什么时阵这个安置庇护所会当无搁再存在？主啊，阮听到，阮的心其实充满了无力甲悲伤，但是阮的心想到你交代阮爱担当，互人甲上帝甲人和好的这份，阮愿意尊你做大，领受你交代这份，尽力去做。你的听真做阮的激励，催逼阮的动力，互历世历代遮尔侪信仰的前辈，因所受到的激励也真做阮的帮衬。阮的祈祷就是主啊，你做伫阮所有的属伫你的囝儿，所有的愿意跟对你的囝儿的身上，互阮看见主耶稣你的光白会当亲像大水直直流，
互你的公义亲像长老的江河，实现伫阮的社会。今仔日我相信，伫主内面内乡会需要通诚做干道兄弟姊妹慷慨仁爱出口。干道教会的领袖的祝福，也是内乡的祝福。内乡所经历的、所服务的，也正做干道教会兄弟姊妹全体的祝福。但愿今仔日讲的、甲听的，拢白白得到激励，然后化做行动，参与伫即个社会中，阮会当参与的，阮会当大胆来接受你的交代，带人到你的面头前，正做新创造的人。感谢主，伫你内面，阮同齐领受更新甲改变。互阮不时感受到，伫你的同在甲带领中，伫即个不安的时代，每一个人拢愿意搁较深甲你结连，甲你同行。感谢主耶稣，俄勒主耶稣，愿一切荣光归乎主耶稣。我来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甲边仔人讲，有你真好。即是要来吟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了你。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性命。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会众请起立。请坐。这是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奉献，请秀珠执事甲玉芬执事。会众请起立，来因奉献的诗。
会众请坐。是我要来报告的大声，咱坐声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台语读2遍，华语读1遍。先读台语的部分，一切拢出自上帝，伊接着基督所咱要伊个好，各种祝福互咱。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伊借着基督互咱伊个好，各将劝人甲伊个好的积分赐互咱。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华语。好，华语。上面是华语。好，华语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咱做伙先开周报第3篇管度家训的部分。感谢陈牧师今仔日用上主的话语来建设咱的灵命，请兄弟持续关心地乡基金会的事工，并且带导甲奉献。今主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务必出席参加。会中将要进行互上帝空间第4章的读册分享。本礼拜3查经祈祷会，查经的部分郭牧师主理，祈祷会由水泉长老主理，请乡亲踊跃出席参加，互咱一齐用祈祷来建设合一的教会。本礼拜6 9月初3 9点半到下午4点半，伫艋舺教会要举办台北中会21世纪教会发展研讨会，请报名的中职务必出席参加。教介绍是咱家己来看，下周的讲题，请咱嘛家己来看。第5面奉献的部分，然后出力的甲会家来更正。咱请郭牧师来补充报告。好，两兄弟大平安。咱大心感谢这陈牧师，甲这内乡的团队吼，包括主任甲11位11位的同工，互咱请因起立来甲因欢迎。愿上帝伫因手中所做的工，拢会通利益伫因所服侍的对象吼。拄则有讲到这内乡。因设立的目标是啥物？敢会记哩？互每一个人拢会通避免性别歧视甲啥性别暴力过来，互每一个人的性命拢会通迄名义的尊贵甲荣光爱记哩我拄则想讲。其实这个机构嘛是咱的机构啦因为伫应该是4年前2019 3年前，咱长老教会总会有甲内乡签订这个合约的关系这是咱的基金会这是咱的基金会所以毋茫讲咱尽咱所会通帮咱的部分来协助咱的基金会毕竟这是因伫这性别的部分有真大的这个困难伫这中间所以伫遮嘛是爱甲咱做一寡这个宣导啦毋知咱知影讲性别有几法？性别咱的这个国家有性别有几个法？来正做这性别的这个算讲防范
第性别教育，第二啥性别工作，第三性骚扰防治。最近佫一个叫做啥？对，爱记哩以早我是性别公益部的所以我这拢爱宣导我以早是性别公益部的部长啦所以伫遮咱爱有这个意识啦我有这个意识咱这几个法咱爱记号清楚好，较等者咱礼拜三有一点仔时间会通来甲内乡的同工有一寡交陪并且咱会通来去甲因支持啦因即马佫欠400几万啦，阮问讲，互咱支持了，会较减轻愿上帝施恩咱较等者礼拜三，拄则主任长老有讲咱较侪时间甲内乡这同工有一寡交陪机会所以咱今日的小组就是暂停咱小组暂停阮望讲咱会利用较侪时间去了解即个机构伊并且也用较侪时间来去买用的遮义卖品我袂记得我甲陈牧师熟悉偌久足久太久敢若我学生时代的时阵就熟悉所以咱真欢喜互即个陈牧师伫咱的中间来做即个算讲宣导啦阮望讲咱确实会通来支持咱的内乡基金会好伫遮咱要进入到伫咱台岛的事项第一项就是为着家庭来台岛咱要为着曾牧师的家庭国金、香弟甲林恩国金伊前2礼拜才去加拿大顶礼拜才转来所以咱为着曾牧师伊的身体退休了的生活以及即个国金的家庭前一阵嘛是全家拢确诊啦一定拢恢复求上帝来带领因头前的路线接续咱就是为着内乡基金会来祈祷啦这基金会确实伫这个社会中间真要紧真要紧咱有当时教会做袂到的，其实有一寡社会福利的机构拢一直咧来进行这个事工当然拄则咧听主任报告的时阵看到迄个相片嘛，不知心酸啦因为咱教会一直咧讲要起做这个福音中心看到迄个相片出来，感觉讲这好像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呢期待讲咱嘛是将这样代志下伫咱的心内咱为着这个社区的需要这个社区的需要，咱成立这个福音中心嘛是要互遮咱讲心灵忧伤的人会通通过咱的教会来得到帮助好亲像内乡基金会因存在目的嘛是安尼所以咱为着内乡基金会来祈祷上时也为着咱福音中心的设立来祈祷啦第三项，咱为着过来下半年度教会事工来祈祷咱上瓦群呢就是9月24有这个净滩活动这个台北北中会教社部所办的净滩活动所以有报名的，毋知咱教会有偌济人报名？16个好安尼才咱就是为着这净滩活动迄天有好的天气一切的活动拢通顺利祈祷过来咱为着10月23咱邀礼拜，原本旧年要举办一直即个疫情的关系一直延到今年10月23，希望会通顺利来进行咱要去到伫桃园三民教会复兴桃园复兴的所在第三项就是为着咱圣诞节咱今年度圣诞节的事工祈祷虽然咱犹久伫这疫情的中间但是咱期待互即个圣诞节的活动所对12月初开始咱要设计这个活动包括咱的赞美礼拜今年拄12月25是礼拜
咱阁有报教音乐活动吼，毋望这是会通成做咱教会甲社区中间一个真好连接的机会吼。好，咱即时阵就请大家起立吼，咱为着即几项事来祈祷。主上帝，阮有这机会，伫这所在，阮为着阮的肢体，也为着阮所需要的这个机构，阮教会的代志来献上阮的祈祷。为着从天国牧师用全家来祈祷，主感谢你，互伊会通伫这好了，也享受真好的退休生活，上时也保守因囝儿甚至。查某孙为着国境兄弟灵恩这家庭来祈祷，求上帝你特别施恩看顾。阮也特别时阵为着理想基金会来祈祷，主阮知影这基金会是奉主的名来设立的，是为着要服务最受到伤害的人来设立的，求上帝你特别通过因的手所做的工，会通来安慰、来帮助这所有的人。阮也为着阮教会福音中心设立，求上帝你特别来这边看顾。主阮知影，阮目前要伫咧筹备，要伫咧领受上帝互阮的意向，求上帝你互阮清楚看见这个社区的需要。阮也为着教会，阮过来有最的时间，伊来进行求上帝来带领，有真正活动为着要礼拜，为着圣诞节，求上帝你来带领，希望献上阮的祷告。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伫这时阵当心奉你的名为着阮的肢体。甲一寡事工来献上阮的祈祷，阮特别这时阵为着曾牧师因的全家来祈祷。愿上帝你是阮的手，下伫曾牧师的身上。虽然已经退休，但是阮知影还佫有侪的事工伫咧服侍。求主你保守看顾，互伊有健康的身体，也为着伊的囝儿孙来祈祷，为着国境乡地。甲灵恩这个家庭祈祷，求上帝你保守看顾，互因无论是伫咧工作是伫读册的，求上帝拢互因出入得到平安奉上帝你的恩典常常甲因三甲伫地。阮也特别伫今日真欢喜看见丽乡基金会来到伫阮的中间来请安。阮看见即个基金会设立是为着要帮助伫社会中间灵魂失丧的人，主恳求你坚固因的手所做的一切，互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拢因为因的安慰帮助会通得到真好的协助，也互这个基金会伫社会中间搁较会通来成做一个正面的的机构，互侪人。通过因的服务、因的服侍、因的身灵，拢得到勇健甲健康。阮也为着教会，阮要设立福音中心的意向，献上阮的祈祷。主，阮知影检测阮对这个意向，也有真侪的疑问，也是有真侪的无确定。但是阮相信阮设立这福音中心的目的。是为着要互社区的人，因也会通领受福音所带来甘甜的滋味。求你帮助互阮会通搁较有好的筹备甲计划。或者福音中心的设立，拢是为着要荣光主你的名。主，阮也为着教会下半年度所有的事工，求你来带领。为着9月24的净坛活动。为着10月23，阮的耶和华礼拜，以及12月份，阮圣诞节的事工，求上帝你亲自带领，互阮拢有真好的安排计划，互阮所做一切，拢会通将平安带互每一位参与的，也互荣光归乎上帝。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
即是要来因找看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诗煞请陈牧师来教导。会众请起立。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主伊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缘分欠必是正。让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工地，做因此是未老，这是我人生的生活。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会众请坐，列岛闭会。